大家好，我係 JK，今次會講下支氣管炎。中醫角度嚟講，支氣管炎屬於咳嗽、痰飲、喘症等範圍。通過以下7類食材或藥材，配合瘦肉或雞烹調，通過調理肺、脾、腎功能，從而改善支氣管炎症狀。1. 補氣類，例如人參、黨參、黃芪等。2. 止咳類，例如白果、杏仁、川貝母、羅漢果等。3. 滋陰類，例如麥冬、沙參等。4. 潤肺類，例如百合、雪耳、蓮藕、梨等。5. 祛痰類，例如桔梗、陳皮、金桔、蘿蔔等。6. 健脾類，例如茯苓、山藥、慈實、蓮子等。7. 益腎類，例如核桃、栗子等。按呢3個穴位對改善支氣管炎都有幫助。1. 天突穴，喺頸部、身體中線上胸骨嘅上窩中部呢個位置。2. 華蓋穴，喺胸部中線第一肋骨中間呢個位置。3. 中府穴，喺胸前上方第一肋骨間隙由中線往外6寸呢個位置。只要用指腹、順或逆時針按壓穴位，早晚各一次，每次按150下左右就 OK。希望呢條片幫到大家改善支氣管炎問題。最後記得留言攞走清肺止咳食譜，最好 like 同 share 啊！下次見。